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9节，罗马书第8章18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将来的阳光。圣神降临了后，充满着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互因不但因的性命得到改变，更加是领受着圣神的恩赐甲气力，来传国外基督的福音，互耶路撒冷所有的人，包括犹太人，包括非犹太人，各种无共款的故乡、无共款的语言的人。带因来归主。上礼拜咱有讲到介济有关圣神的气力、圣神的工作。伫昨圣神降临节的主日信息内底，咱也讲到圣神的工作。佮较明白来讲，真简单的一个论述：圣神的充满、圣神的工作，迄个目的就是要为着将来上帝的阳光，咱毋是为着上帝的阳光，那安尼圣神的临在就拢失去了意义。昨牧师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也提到着讲，有侪人足爱去批判别人深受圣神的充满，甚至因会认为讲家己的骄傲是一种属灵的骄傲，这完全是讲袂通的代志。如果一个真实领受着圣神的人，怎会骄傲呢？圣神毋是要互咱骄傲，是要爱互咱谦卑、勇敢来为主做工，来归阳光互咱所相信的上帝才是啊。通常咱讲到圣神降临的时阵，时常会引用到约珥书第2章的经文，就亲像使徒行传所记载圣神降临这个五旬节的时阵所引用，就是这段的经文。咱会当看见着当初时安尼用要无活气的以色列人，因望着顶头死。先知安尼有言，上帝应允讲：以后我要将我的神来管辖伫每一个人。恁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，恁的老人要做奇异的梦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。迄个时阵，我甚至要将我的神来摒伫做奴仆甲这个女婢的身上。这是约珥书第2章第28节到29节的经文所甲咱讲的。上帝的应允，互因对将来无有盼望的这个中间开始有盼望，因为圣神来管辖行了后，连这的老年人拢会当做梦，少年人会看见异象。儿女要宣告上帝的信息，不但安尼，上帝也要将这个神管辖伫奴仆甲女婢的身上。上帝互这个绝望中的人有盼望，也互因无搁再惊吓，无搁再感觉见笑，是有活力、有盼望。约珥书第2章安尼讲。上主搁再关怀伊的土地，怜悯伊的子民。伊回答因：我要赏赐互恁5国，啤酒、橄榄油，恁将要得到满足。别个国家无搁再来侮辱恁。我要互北方的这个草莓来离开恁。我要将因赶到偏远的所在。前队赶入去伫死海，后队赶入去伫地中海。因的尸体臭甲满天，因
所加互恁的灾害，我要毁灭因。土地啊，毋免惊，着爱欢喜快乐，因为上主为着恁来成就大事。走兽啊，毋免惊吓，草场青翠的草，果子丛结实满满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各一届来出产结果。说安尼的人民啊，着爱欢喜，为着上主恁的上帝的作为来欢喜。伊使互恁适量的雨，伊亲像以前安尼真澎湃的春雨、秋雨，拍七仔场会要堆满五国。这个积酒的槽要溢出酒甲橄榄油。伊几年我要打发一堆一堆的草莓，因要食掉的农作物，我要补偿你。恁将来要有丰富的食物，会通饱足。恁着爱学了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为着恁成就了奇事，我的子民无搁再受着藐视。以色列啊，迄个时阵恁就知我伫恁的中间，我是上帝，恁的上帝。除了我以外，无有别个。我的子民永远袂搁得到见效。亲像安尼情形，就是接线的经文所讲到的，圣神要来管伫以色列人的心上，互因伫上帝圣神的带领日子的中间，受到藐视的中间得到光芒，得到荣耀。保罗对罗马教会基督徒讲到苦难的日子将来得要过去，将来的荣耀要赢过咱所面对的苦难。保罗安尼讲，我认为咱现在的苦难，甲将来所显明伫咱的荣耀来相比，算袂得是啥物。一切受造的拢热切来仰望着上帝的荣耀，对伊的儿女来显示出来。因为整个被造变成做虚空，毋是出自本意，乃是出自上帝的旨意。但是安尼受造的有缘着仰望，有一日会当来摆脱遐个受羞难的枷锁，通得到上帝儿女的分享跟阳光的自由。咱知影直到现在，一切受造拢在海惨，亲像经历着生产的痛苦。毋但是受造是安尼，咱才会得到头上啊色的果子，就是得到圣神的人，伫心内吐开海产，听候上帝来收养咱做伊的儿女，互整个的自我得到自由。因为对伫仰望，咱通得到救。迄个看见仰望会无算是仰望，什么人还阁仰望伊所看会到的呢？所以，圣神的降临，圣神的充满，除了是得到迄个温素，得到迄个力量，当然会有一寡表面上的行为的改变。但是，迄拢毋是重点啦。无论是讲方言，还是讲字的话语，无论是祈祷，还是跋倒，拢毋是圣神充满的重点。圣神充满的重点，是借着咱所领受的恩赐、快乐，会通得到生命真正的改变，并且呢，会通互人来得到利益，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诗篇104篇第24节到35节，上主啊，你所做哈尼啊大，
拢是你用智慧所做，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。伫遐有海大搁阔，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细的活物拢有。伫遐有船在行，有你所创造的海兽游来游去，才会拢得靠你。你照时互因食物，你喝互因，因就捡起来；你掀开手，因就有好物食到饱。你密人越走，毋看因，因就烦恼惊吓。你将因的气收回，因就死去归回土粉。你一个分开，因就受创造。你互地面拢换新，愿上主的荣光永远属存。愿上主因为家己创造欢喜，伊看地，地就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青烟。我要一世人对上主吟诗，我要活地的时，要对我的上帝唱歌呵乐。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愿做人对世上来消灭，愿歹人拢无去。我的心是若着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